其实我们可以在特定的环境下，通过照片穿越意识。我们刚才在做任务呢，碰巧被你撞上了。哎，这就交代了。你这太没骨气了，我还有一个版本。陆光，没看出来呀，你平时也追中二穿越剧啊？你说你长得这么正儿八经，浓眉大眼的，演，接着演，我看你们是要拿影帝呀！乔玲，你是真傻呀！人家跟你说实话，你反而不信了。行，既然说，我跟你说透一点，没错，我们两个就是天赋异禀、天纵奇才、天降奇兵，通过照片穿越到别人意识里的时光代理人。